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内主日平安。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主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祝福，就是他的教导。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谈到的是一个有关于个人灵命的塑造，或者教会的建造。我觉得这两个功课来自于耶稣基督他自己所讲的一个比喻。他在他的山上宝训的教导当中，他谈到了一个比喻。他说，不是凡称呼我主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都一定能够进天国，也不一定是因着你在生活的行为当中有行了什么样的神迹奇事，都能够蒙神所悦纳。因为神所认识的人是遵行神的道、神天父的旨意跟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在这一个教导的里面，他谈到了马太福音第7章从21节到27节，耶稣基督谈到了一个生命的建造。他用一个比喻，他谈到了聪明的生命的工程师。他说，一个聪明的人，他将房子盖起来，盖在一个坚固磐石上。大雨来了，大风来了，生命的冲击，这一个生命仍然是一个坚韧不移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这一个比喻，他在谈的事实上是借用人在建造人所居住的房子，来比喻人的信心、人的灵命以及思想。盼望我们在今天的分享过程当中，能够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寻找到自己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根基。从此我们在这世俗的冲击过程当中，我们的信仰能够得以站立得住。这一个比喻里面，其实有很深层的福音的信息在这个里面。耶稣不论是他的讲道或者比喻，经常都是带着人进到真正的上帝的真理跟神的话语的奥秘。那今天讲了什么样的话语呢？如果我们连结了大卫的祷告跟他信仰的告白，在这个里面我们谈到了一个没有枉然的生命。大卫说，生命如果不是神所做的一切，都可能是一个徒劳无功。事实上，我们在一生当中许多的忙碌，追求的到底是什么？立志决志由得我们，但成功失败却不一定在于我们的掌控当中。所以耶稣的比喻在今天他谈到的是一个，他用建造房子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建立自己的思想跟建立自己的灵命的塑造。盼望今天的经文能够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将生命定根在真理，就如同古人告诉我们，一棵树它如果能够扎根很深，这一根树就不用担心台风来这个树会倒。我们的生命也如同这个古人的比喻，大自然的比喻，我们的根基必须要扎根在真理，就如同主耶稣基督也曾经祝福彼得说，我要在你的身上建立我的教会。你是彼得，我要在你的身上建立我的教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孩子，神要在我们的身上来建立他的图像跟他所给我们的生命的荣耀。让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能够通过圣灵的帮助，我们知道生命的建设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个人的灵命的塑造。一个基督徒的灵命的塑造有3个很重要的要素。第一个就是建构在神的话语当中。所以在犹大书20节21节，他谈到了生命塑造的3个奥秘。他说，必须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灵命的塑造，第一个就是根基在神的话语跟神的意念。第二，他说在圣灵里面祷告，在圣灵里面祷告，意思就是依靠圣灵的帮助。最后呢，使徒犹大告诉我们说，必须常常保守自己住在神的爱，在天父的爱的里面，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犹大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孤独，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其实都能够因着天父的帮助，我们就因着神的爱，
我们就享受了真正世间的爱。因着神圣的爱阿嘎佩，我们就超乎情欲的爱。各位弟兄姐妹，灵命的塑造，就是基督徒一个生命的成长，一生的旅程。愿圣灵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教导我们如何能够塑造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7章21节，主耶稣基督对他身边的人，甚至他的门徒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的旨意的人，才能够品尝到天堂的滋味。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在这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成为一个口是心非的基督徒。我们口里承认，必须心里相信。口是心非就是只靠着一张甜蜜的言辞。今天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许多虚虚假假的人，甜言蜜语。主耶稣基督是个灵，我们的天父是个灵，天父是一个鉴察人心的灵。各位弟兄姐妹，他岂不知道人的心里面在想什么吗？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知道今天的信息。马太福音第7章21节一直到27节，这里面谈到了4件事情。第一个，信仰是一个全备的，我们听了讲道，我们听了神的话语，我们就必须活出神的话语。唯独生命是一致的人，才能够真正的领受到、品尝到福音的甘甜的滋味。第二个，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说，他不承认有一些人是他呼召来的。主耶稣基督对这些人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这些人就对主耶稣基督回答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来传福音吗？我不是曾经奉你的名来赶鬼吗？我不是曾经奉你的名行了神迹奇事吗？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你的心里面没有真正的真理的馨香之气，只有外表，只有一个行为。就如同保罗说：我虽然能说万人的方言，但是如果心中没有爱，这是徒劳无功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信仰必须是能够内化到我们的内心的心灵、灵魂体是一致。愿今天的经文能够提醒我们，我们不只是口是心非有口无心，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基督徒。盼望圣灵通过今天耶稣基督的话语的教导，能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生命被转化、生命被内化，能够从由内而外真正的活出了耶稣基督的他的祝福。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凡听见我所讲的这些道理，就照着去行的人，他就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了起来，而且是干在坚固磐石上。基督教宗教改革之后，教会非常强调的就是让神的话语讲话，让神的话语被听见，让神的话语成为教会的根基。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叫做真道上的教会。基督徒也必须是一个活出真道的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不只是听了一个好道理，而且我们要活出来真正的这一个行为。所以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这个比喻，最重要是要求我们，也是鼓励我们能够用神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的第一个，我们的信仰的信念。在我们传统的宗教教育里面，我们称之为神学。第二，我们必须建造品格。第三个，我们必须要追寻使命。第四个，我们必须要领受异象。各位弟兄姐妹，不论是个人的灵修跟生命的塑造，或者教会的建造，这4件事情都是不能够小视、不能够轻忽的。愿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今天的分享，每一个各位弟兄姐妹，因着我们信仰的根基的扎得越深，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到坚韧，有抗压性，能够抵过这个世界上许多的诱惑。耶稣基督说：当雨淋、水冲、风吹，你生命的房子
就因着你的选择跟扎根，就不至于被吹倒，不至于倒塌。因为生命的根基是建立在磐石上。各位弟兄姐妹，愿神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坚立不移，能够在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不受这世界上黑暗的权势的诱惑，或者虚假的这些人的世界的教导而受迷惑。愿神的真理发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赐给我们一个经得起风暴，我们称之为坚韧的生命。坚韧的生命，它代表了我们有抗压性的性格、抗压性的能力，我们的灵魂体是健康的。愿神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赐给我们这4个祝福。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做第一个祷告。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摆上，如同圣经里面那个小孩子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摆上了5饼2鱼。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将我们自己的生命摆上的时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跟神求说：神啊，我一生的忙碌，愿你祝福，我愿跟你同工，愿你也祝福我，带领我在我一天当行的事、当走的路，能够得到你的帮助。如同大卫在他自己生命的一个告白：如果不是我的耶和华，我的上主，我的一生的努力全然是枉然虚空的。各位弟兄姐妹，一个人能够决志立志行大事，但不一定能够保证我们一生所行的大事都能够成就神所喜悦的真正的有价值的这些成就。愿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重新的将我们的一生摆上，在神的面前来反省。也让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问我们自己说：当我的一生遇到风暴的时候，我能不能仍然坚立不移的站在神的话语当中？愿神帮助我们，因为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并不全然能够站立在真理的正道上，有一些教会也是似是而非，以偏概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带着任何轻视这些我们同性的同蒙召的弟兄姐妹跟教会，反而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彼此代祷，渴望没有一个基督徒是一个虚假的。有一天，当我们到了天堂的门口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说：我不认识你。也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说你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邀约的天堂的盛宴。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都能够进到神的国度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也能够真的成为荣神益人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建造出一种新的生命。保罗深深的知道，要建立神的教会是不容易的事情。保罗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师，是神重用的使徒。我们看了他许多的书信，许多的书信经常都是一个鼓励在许多受冲击、受社会而是的不正确的价值观的教导的初代教会，保罗在那个时候，他谈到了一个拆毁与重建。在许多的享乐主义当代的希腊人，保罗深深的看到了哥林多的教会如何受到影响。所以保罗在那个地方，他做了一个祷告，为哥林多教会写的4封信，后来留存下来的只有2封信，是哥林多前后书。在那个书信的里面，他谈到了必须要重新拆毁我们内心当中那些错误的思想、不合神心意的心思意念，那个来自于情欲的败坏。所以保罗说：我真想拆毁这地上的帐篷。他看到了许多人的生命当中有许多不合耶稣基督的教导，他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东西其实不属乎耶稣基督所喜悦的。所以保罗他对哥林多的教会就谈到了这种比喻，他说：宁可拆毁我内心错误的思想，如同这地上的帐篷，能够得着那从天上而来的房子。保罗回应耶稣基督今天所讲的这一个比喻，不是所有的房子都能够荣耀神，也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蒙神所喜悦。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为自己的教会祷告。神给我一个荣幸，能够在这个教会有35年的工作的时间，我深深的领悟到一件事情：人的生命的改造比建造建筑物更不容易。所以我们在主堂教会里面，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
就是当我们在建造我们自己的教育馆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建造的不只是一个教会的这个信徒的教育中心，更重要的，我们建造内心的信心来依靠神。所以当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教育馆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祷告，我们跟神说，我们只向你开口，我们不向外面开口。所以竹堂教会决定不向对外募款，最重要不是因为我们有充足的资金，或者我们有一个傲慢的心态，不是，而是当我们在一步一步在建立这一个信徒的灵命中心这个教育馆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建立信徒的信心，能够同心协力来建立这一个建筑物。7年之后，神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当然不只是靠着我们自己，虽然这7年当中我们没有对外募款，但许多疼爱上帝的弟兄姐妹，他们也从外面来协助奉献来帮助我们。所以当7年的时间当中，我们完成了这一个建筑会用的贷款。我一个长老，他讲出了内心最深层的感谢。他在我们的长执会当中，他说：“牧师，我觉得非常的骄傲。那个骄傲不是不好的，那个骄傲是来自于心中的一种感谢的骄傲。他的骄傲是说，我们能够靠着自己的心意跟努力，能够在神的面前来献上一个纯然是用我们的信心所得着的这个教育馆。我们何德何能？一个农村的教会能够在神的面前摆上。各位弟兄姐妹，建造神的建筑物容易，但是建造人不偏不倚，根基正确的信仰的观念非常的难。2000年来，许多的伟大的神学家跟我们信仰的前辈，他们都极其的努力，他们深深知道，要为主建造教会建筑物容易，但是能够千百年不受摇动的真正的信仰的团体是不容易的。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教会？其实是有的。在我心目当中，最大的典范的故事就是大公教会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流派，叫做圣本笃修道院。圣本笃修道院自从第6世纪一直到今天，经过1500年，仍然是一个既有传统却有新的活泼的灵命的一个信仰的灵修团体。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教会就告诉我们一个见证：什么人能够建立1500年的教会而不跌倒，而不被拆毁？在欧洲的有些古老的教会，到后来无能为力，甚至被卖为其他的一般的世俗的资产一样。各位弟兄姐妹，唯有耶和华我们的上主与我们同工，我们才能够建造那个不枉然的生命的工程，让我们在今天一方面为自己灵命的塑造祷告，一方面也为自己的教会来摆上祷告。愿神让我们所承受这个属灵的家，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能够在社区的里面，不论是在都市跟乡下，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在这个地方，让人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从心里面就有一个渴慕，说这一群被神所祝福的人，他们所拥有的生命，我也渴望能够拥有。各位弟兄姐妹，这种的心志是美好的，这种的祷告是神垂听的，因为生命是一个选择，而且我们能够选择上好的福分，盼望我们能如同耶稣身边的玛利亚，在耶稣基督的赞美当中，耶稣用着一个怜悯跟疼爱的眼睛来看我们。他说：“你们真的也懂得我所讲选择上好的福分。”在今天的礼拜过程当中，愿神的话语就激励每一个基督徒渴望生命的灵命的成长，在我们自己的里面与圣灵同工，与圣灵一起来读圣经。古老的一个读圣经的灵修方法叫做 Lectio Divina， 叫做圣言诵读或者导读。它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祷告的心来领受祷告的眼光来读圣经，用祷告来读圣经，
在圣经的感动当中回应自己内心的祷告，这个叫做导读。用祷告来读圣经，用圣经来祷告，这是一个古老的灵修的读经方式。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生命塑造的一个过程。让我们在今天的开始，从今天直到一生的结束，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来领受一种圣经的价值观。我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或许你不一定必须去读这本书的内容，但是这一本书的书名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渴慕，我们就带着这种看见意象来祷告，跟神求说：神啊，你给这个作者的他的属灵的眼光，今天也赐给我。各位弟兄姐妹，这一个作者叫做 John Stott。他是我非常渴慕跟尊敬的一个牧师。他终其一生只有牧养一间教会。他的一生有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在一生当中年轻健全的时候，他用30年的时间在英国伦敦牧养了一个教会，叫做万圣教会 All Saints 这一个教会。他用一生来建造这个教会。当他到一个年龄，到巨龄退休的时候，他退而不休，他开始成为一个用写作来服侍世界普世之下的教会。所以当他退休之后，他花了27年的时间，通过写作跟演讲来服侍普世的教会，不论是在欧洲跟美洲。他写了他将他所讲过的讲道跟他所写的文章的过程当中，他收集了汇整成为一本书。因为这几篇的文章在谈到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当代的基督徒活在20世纪的这个世纪，我们面临到什么样的冲击？各位弟兄姐妹，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Issue Facing Christian Today，意思就是基督徒在当代的社会里面受到什么样的思想跟道德伦理的冲击呢？这个 John Stott 的牧师，他写了这本书后，经过了30几年，这本书出版了改编了4次，最后一版的中文是在2006年，是在斯托德牧师去世的前几年，中文的翻译第4版，改写了他的英文的名字，称之为西行观念的基督徒的思想。什么叫做西行观念呢？西行观念就是基督的观念，西行的观念就是基督徒的观念。因为英文西代表 Christ， 基督也代表 Christian， 所以当基督徒面对到生命的冲击跟诱惑的时候，基督徒会安静下来，在耶稣基督的面前问主耶稣基督说：主耶稣基督，如果今天你遇到这件事情，你会对我讲什么样的话语？各位弟兄姐妹，当一个基督徒虽然没有充足全备的知识跟全备的神学教育，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有这种的态度，经常当我们遇到冲击的时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谦卑的用祷告，我们恳求圣灵让我们去读耶稣基督2000年前在加利利在各地的他的讲道跟他所宣讲天国的福音。我们在内心里面就安静默想说：主耶稣基督，当我今天所遇到的这些当代的冲击，你会告诉我什么样的道理？我的婚姻，我的工作的伦理，我的工作的态度，我在社会里面我所表达的思想跟言辞。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叫做西行的观点。真的，你不一定要去读这一本书，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这种的信仰的思考模式。主啊，当我遇到今天的这个诱惑，世界上的这个言辞我没有办法答辩，我的孩子所讲的这些想法，我甚至也没有办法答辩他。主啊，我应该怎么样教导我自己？我应该怎么样来教导我的孩子？愿圣灵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灵。在以赛亚书第11章第2节，他预表主的人子就是弥赛亚来到这世界上。这个弥赛亚将带着圣灵。以赛亚书第11章第2节说：神的灵必住在他的里面。这个你是指
以赛亚先知所预表的，将来会在2000年，就是主耶稣降生的那个弥赛亚基督耶稣。这个灵的里面有智慧，有聪明，有策略，有能力，有知识，有敬畏神的心。各位弟兄姐妹，我在为大家读这一段的经文。当耶和华的灵住在他的里面，他就必有智慧跟聪明的灵，他必有策略跟能力的灵，他必有知识跟敬畏神的灵。各位弟兄姐妹，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圣灵，就是神本身，在他的里面，他掌控了圣灵的6个大能。当我们在追求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说，主啊，当你遇到这些冲击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呢？你会怎么思考呢？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就得到了智慧、聪明、策略、能力跟知识的灵。知识的灵就是我们还读的圣经，我们一读就懂。以前我们或许曾经有这个经验，我们经常读不懂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因为我们缺乏这个能够将知识的灵来眺望在我们的眼前。各位弟兄姐妹，知识的灵就是圣灵来解释那个知识本身的意思。各位弟兄姐妹，愿圣灵将属天的这些智慧来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就蒙恩，如同耶稣基督说，聪明的人将房子盖起来，盖在坚固磐石上。我们就跟神说阿们，阿们了。主啊，愿我的一生，不论我的学业，不论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我的婚姻，跟我一生所选择的道路，愿神祝福各位弟兄姐妹。神赐给你一条一生永远不需要换跑道的一个道路。各位弟兄姐妹，也为你的孩子一生所走的道路祷告。愿神赐给你的孩子一条生命的大道，是一条通往神祝福的生命的道路，是少有人走的道路，是通往恩典的，是一生不需要换跑道的祝福。愿神让我们的抉择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恩。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谈到，在我们里面塑造的4个很重要的功课。第一个功课，我们必须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必须学习的话语，神的话语。当一个人决志成为神的仆人，将来要牧养神的教会，他都会到神学院去。神学院就会将神学来教导这些将来要成为牧师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当我跟你鼓励大家要学习神学的时候，你们或许已经有一个障碍，会觉得神学好难。各位弟兄姐妹，不是，神学其实就是对上帝的了解。神学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对上帝的认识。各位弟兄姐妹，你不需要到神学院才能够读神学，只要有圣灵在你的里面，你对神就会有个正确的认知。我们如果不能够将神学讲得很生活化，其实我们是在阻止人认识神自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教会必须要教神学，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学习神学。神学就是通过你个人的灵修跟读经，通过你在共同的敬拜的当中，敬虔的聆听神仆人对圣经的教导。愿神赐给你对神的话语是一个渴慕，而且能够深深的领受到这个属天的粮食灵粮。神赐给我们属天的灵粮，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长大成人，有耶稣基督的身量。各位弟兄姐妹，学习神的话语是可贵的。第二个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就是品格。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生活，没有好的见证，信仰是死的。信仰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使徒雅各就这么告诉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你的孩子必须要有品格。品格的重要性不只是一个基督徒的伦理的表现。各位弟兄姐妹，2000年来，早在2000年前的希腊人亚里士多德这些哲学家，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奥秘。当希腊人他们在追求享乐主义的那一个世代的时候，所有的享乐主义并没有能够真正的让人得到一个至高无上、一个绝对的至上的幸福。
所以亚里士多德谈到了一个幸福论，在那个幸福的里面，他谈到品德跟幸福叫做德福，是一体两面。没有品格、没有品德的人，没有办法真正的享有真正的和谐的全备的幸福。2000年前的享乐主义的希腊世代，他们已经明白这个事，直到今天这个21世纪，人所追求的全然的自由，不要约束我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在今天，许多的人因着这种情境，其实人并没有比古代那种单纯的伦理世代更幸福。所以今天有一群的心理学的医生，他们开始在寻求一个方式。他们问说，除了拿药给精神疾病的我的患者跟弟兄姐妹吃之外，除了拿药给他们吃之外，还有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方法？恰巧在不久之前，有一个台湾的教授，他写了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好奇。因为这个教授在批判，在美国20世纪结束的时候，有一个精神医学的医生，他谈到怎么样帮助他的精神疾病的患者，能够通过减少用精神疾病的用药，而能够产生从自己里面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灵跟灵命。他谈到了一个叫做正向心理学，在这里面他谈到了一件很让我觉得神你真是伟大。他谈到说，一个人要真正的能够健康，他的生命里面必须要有正向的思想，要有一个正向的思想，它叫做 mindfulness。英文他用一个字叫做 flourishing 就是生机勃勃的意思。一个生命如果是一个生机勃勃，它是一个能够自然而然的自我的新陈代谢。一个人的里面想要有一个幸福的感觉，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道德一个道能够教导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不只是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能够成为读得懂神话语的人，而且能够享受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一个正向的影响力。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的路上的光。早在3000年前，大卫就说，神的话语如同honey 蜂蜜一样，比蜂蜜更如同蜂蜜一样的甘甜，如同我手上的金戒指一样的宝贵。各位弟兄姐妹，品格就是德福的这种古老的教训。所以这群人他们问了一个问题，说今天我们是不是重新要严肃的谦虚的来反省自己，我们所离弃的过去的这些道德教育跟道德的这种的教导，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的把它再拿回来给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已经是不重要的东西，反而当我们丢弃了以后，我们的孩子他的思想、他们的品格受到了伤害跟影响。各位弟兄姐妹，这些可贵，神并没有讲到那么清楚，如同精神病的医生解释的清楚。但是今天的精神科学，今天的许多的科学，能够让我们更了解说，神还没有讲明的话语，其实隐藏了许多可贵的奥秘跟知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除了神学品格之外，我们需要有一个使命感。因为人的生命如果没有个方向感，我们就没有办法成就一个能够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得到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我一生所走的路，我一生所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所以使命经常是人在一生结束的当下，我们会觉得我的一生是无怨无悔。各位弟兄姐妹，能够在年轻找到自己生命的使命感的人是幸福的，因为当他流汗、流眼泪、撒种的时候，他是幸福的，因为他是往盼望跟成就的这条路在走。各位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使命呢？神学、品格、使命跟意向，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4个在圣经里面的4个字。这4个字最重要的不是跟大家炫耀圣经是由古老的文字所写成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用文学来跟大家谈，
而是这4个字本身就隐藏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图像。就好像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听到信望爱，你就知道信望爱本身是隐藏的3篇的很重要的道德讲道。你听到了以马内利，你就懂得神与我同在；你听到了耶和华以勒，你就知道在你生命的道路当中，神为你所预备。各位弟兄姐妹，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这来自于读经的过程。能够通过我们古老的解经的方式，能够让我们今天的不是属于希腊文化背景的人，我们能够分享早期圣经里面所隐藏没有讲完的圣灵继续在教导我们的话语，我们称之为圣灵继续在讲的道。圣经所写的是文字所记载的，但是这些记载会通过跳跃穿越时空，圣灵继续解释神的话语，让我们明白。那意象也是一样，意象更重要的就是看见。意象这个字在圣经的记载新约圣经里面有2个字，一个字跟英文的地平线 horizon 这个字有关系。他说我能够看到那个地极，看到地极的那个地方人的眼光有那么的远。各位弟兄姐妹，意象其实一个字叫做 horizon 这个字，另外一个字叫做光学的英文这个字，让我们在等一下的读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来祷告。那我们进入到神的应许，在神学、在品格、在使命、在意象。他说，义人的路会如同黎明的曙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当中。各位弟兄姐妹，神学、品格、使命、意象，它在我们的生命旅程的过程当中，成为我们朝圣之旅过程当中所需要的一切属灵的需要。这些会让我们的生命跟旅途如同曙光。这4样东西通过圣灵的帮助，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明亮。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进入到我们自己灵命的塑造跟教会的建造。如果你是一个长子，渴望你今天能够领受将来与牧师同工跟圣灵同工的时候，建造神所属于神所喜悦的一个教会，也为你自己的灵命塑造这4件事情来做学习跟祷告。在我们的内心世界的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有4件的东西。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谈？其实这不是我个人属灵的看见，而是来自于一个教导我怎么样牧养一个小型教会的一本书。哪一本书他谈到了牧养一个小型的教会，应该要在教会的里面建造4件的品格。第一个就是建造教会的神学，建造教会的品格，建造教会的使命，跟建造教会的意向。不要看清这个教会是小教会，不要看清这些教会是一个乡下人，是一个农夫，你就觉得他们不配，或者他们不懂神学。各位弟兄姐妹，神的教会没有高低，神的教会没有大小，神的教会一样是全备的。所以不论是大教会、小教会，不论是一个知识水平教育水平的文凭比较高阶的教会，或者只是一个农工阶级的一个教会，神都一样用智慧来恩膏他们。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建造个人的灵命塑造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来领受这4句话。属灵的生命是需要有神的道，属灵的生命需要有神的灵，属灵的生命需要有神所给我们的呼召，神的生命需要有给我们的一个眼光。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这4件事情。我们需要听得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变成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必须要被感动，就活出来是一个属灵的品格。我们的耳朵必须要听到神的声音跟呼召，这个叫做使命。我们的眼睛必须要被掀开，能够有一个意象看见。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开始来这个学习。犹大叔他说，基督徒必须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各位弟兄姐妹，造就自己，抓住时间，经常在自己的灵面上去开垦，去耕耘，去撒种，去建造。
耶稣今天所讲的建造房子就是造就，造就自己的思想，造就自己的品格，造就自己的灵命。第二个，他说要经常在圣灵里面祷告。第三，他说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的里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珍惜上帝所已经给我们的爱。我们生命的转化是因为耶稣先爱我们，我们就跟神说，主啊，你为我而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一生为你而活。我要珍惜神所给我的爱，保守自己常常在神的爱的里面。讲的最极致的就是保罗。保罗说，我今天若果癫狂，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保罗是一个享受神的爱的人，他在神的爱的里面，他的生命被眺望了一切的热情，无怨无悔，毫无保留，永不后悔。各位弟兄姐妹，保守自己常常的享受神的爱，仰望，造就保守仰望，是一个基督徒学习灵命更新的很重要的一个课堂。让我们进到这个抉择，我们跟圣灵求说，圣灵在今天这个经文的信息的里面，求你赐给我生命最好的抉择。我将我空空的手就向你高举，是用一个祷告的心来仰望你，向你渴求。神让你亲自来教导我，不只是通过今天庄牧师解释圣经的一个信息，而是当我在你的面前带着渴慕的心跟你渴求的时候，主啊，你就满足了我的生命的需要。各位弟兄姐妹，第一个，我们进到神学这个字，神学这个字可以呼应到一个在圣经里面一个很特别的字，叫做 eulogia。各位弟兄姐妹，接下来我跟大家谈的这4个字，都是用 EU 英文的 EU， 在希腊文读音的拼音的字母跟英文的读法不大一样。这是 AEIOU 的 eulogia。各位弟兄姐妹 ，eulogia 这个字是有2个字来结在一起，好的道，好的道，我们中文翻译为善道。道就是圣经里面所谈的道成肉身的那个道，也是上帝的话语这么说，那个字叫做 logos。logos 后来通过这些文化的传递，从希腊传到拉丁文，传到了欧洲所有的语言，到了英文，英文有一个字叫做逻辑 logic 这一个字，所有的学科最后都加上那个 logic。theology、psychology 这些所有的学科最后都用 logic 这一个字道。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思想里面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教导，人没有办法做一个正确的抬头挺胸的不做羞愧的事情的人。基督徒在这个圣经的里面就是在寻求这一个善道。刚刚我用了几分钟跟大家谈到了现代的心理医学，谈到了一个正向的心理学。这个正向的心理学就是用这种的观念谈到人需要有一种 mindfulness， 就是在我的生命里面必须要有一个正向的能量，正向的思维。各位弟兄姐妹，谁能够给你呢？不是我们花钱去寻找那个精神科医生，通过他的諮商能够给我们充足的，不是。当你在神的面前带着一个渴望的心跟神求说，神啊，求你将这种正确的思想赐给我。神说不用钱，不用金，不用银，早就在圣经里面说，当来求，在我的面前你们不用花金钱金银，这是白白得着的。圣灵要将神的话语就讲给我们听，这是第一个。我们在今天的礼拜之前离开之前，各位弟兄姐妹用这个 eulogia 这个字来读这段的经文。彼得说，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为我们认识了那用自己的荣耀美德招呼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简单来讲，
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怜悯，通过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功能，通过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所有的一切天国的福音的信息，我们将明白关乎生命跟金钱的道。各位弟兄姐妹，何其重要！刚刚所讲的 eulogia 就是这个关乎生命跟金钱的道。第二个呢，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的第二项祷告，我们领受的第一个就是良善的灵，圣善的灵，是一个圣洁的灵，是一个带有权柄能力的灵。我们的情绪没有办法健康，是因为我们生命的里面住着一个不健康的情绪。今天有许多人的内心的情绪是受干扰的，自我的图像是低落的，有自卑感，有经常的自我的控诉，有心里面有一些愤怒，有一些嫉妒，有一些不满足。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心灵里面如果住的是这种的情绪，我们怎么能够幸福呢？所以在圣经里面他谈到的一个字，它是从天上来极致的终极的幸福，也是亚里士多德所谈的这个至高无上的幸福论里面经常使用的一个字，叫做 eudaimonia。daimonia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时候被借用来描写邪灵的灵。daimon 这个 daimon 这个字，这个字是灵，在希腊文是一个灵，它是一个中性的，有时候形容一个神圣的灵，有时候是形容一个邪恶的灵。但是加上 eudaimonia 的时候，它变成一个良善的灵。我要用这个字来呼吁各位弟兄姐妹，特别能够为自己内心的这个灵魂体的灵，拥有一个健康的灵。你的情绪，我的情绪，你我就能够成为一个 shalom， 能够享受圣灵同在那种全然的和谐跟平安。品格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灵在里面，除了有一个正确的一个道，善道正念，我的心的里面必须要有一个极致的幸福 eudaimonia。 在圣经门徒的书信里面谈到了许多教导，我只讲谈两件事情。因信称义是因为我们的对神说我相信，神就将他自己的义，神就将他自己的义。什么叫做神的义？神一切的神圣的性情本质，那个叫做神的义。当人拥有神的本质 by nature， 我们在圣灵的重生的里面，我们就 by nature 的意思就是圣灵就将神的本质跟那个基因，那个灵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拥有神的性情跟神的义。我们就明白神真的不是我，是因信因恩典，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圣灵，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领受彼得所讲的这一句话。彼得说，神已经将他自己本性神圣的可贵的性情，最后一行他说与神的性情有份，与神的性情有份。性情这个字英文翻译成为 nature， 神的 nature， 神的本质。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圣灵所带给我们上帝的本质，我们就脱胎换骨，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所以彼得说，神将这个可贵宝贵极大的应许，就是他自己的本身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我们就有力量，能够脱离情欲所带给你的一些败坏。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呼求，你按着你的耳朵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能够明白，能够听到神你的呼召。被神呼召的人就知道自己一生的使命，他就知道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为什么来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明白自己生命为何而生的人，他会很努力的去朝向这个目标跟使命的迈进。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字叫做 Angelia。 Angelia 这个字英文叫做 angel， 你熟悉吗？天使。天使这个字在希腊文其实就是使者的意思，受差遣的人。
euangelia 这个字就是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就是福音。各位弟兄姐妹，圣经的话语其实经过翻译之后，少了一些原本已经隐藏丰富在人所中知、希腊人所中知的这些经文的里面。今天我们通过经文的翻译之后，有一些经文我们不容易一听就豁达。如果你希望你的生命是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不一样的成就，你可以在神的面前倾听，你跟神求说：主啊，求你让我明白你在我一生当中有什么样的计划，明白神的美意跟计划。这种人会忠实做神的仆人。耶稣基督说：人在小事上尽忠，就必在大事上尽忠。人在小事上尽忠，神就必将更大的事情给他。主耶稣基督说：今天我所做的，相信我的人也必要做，而且将来要做更大的事。主耶稣基督说：忠心的人必领受十座大城，十座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一个骄傲的人，觉得我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能够去改变这世界。真的到人年纪越大的时候，越年老，会越觉得有时候我们知道过去年轻的那种雄心壮志不一定能够照样成就，但是仍然有一种盼望在我们的里面。愿神今天对你讲话，让你跟你的孩子，让你跟你的教会，让我跟我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得到神的善道，神的善灵，神所赐给我们那种美丽的使命感。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来读这一段话语。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使命感，全然的写在他所教导门徒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全。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教导我们说：先求天上的国度跟他的公义。愿神与我们同在，因为真理的灵如果临到你，如果真理的灵进到我们的家里跟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生命就全然的不一样。因为这个真理的灵会带来眼光，这个真理的灵会带来异象跟异梦。所以少年人要看见异象年迈的人要看见做异梦。各位弟兄姐妹，其实异梦是圣灵对人在晚上讲话的。古老的老师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当你在白天的时候，你会用你的理智，用你的人的言语讲出你的祷告词。当你带着这种渴慕的心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完全的失去了自我的意识，已经进入到睡梦当中的时候，圣灵就会来造访你，圣灵会带着你在这你的睡梦当中对你讲话。所以这个老书告诉我们，要睡觉之前，记得带着一句圣经的话语去睡觉，很美丽。带着神的话语进到你的睡梦当中，圣灵会继续用这句话来对你讲话。圣灵会教给你异象跟异梦。刚刚我跟大家解释说，异象这个字在圣经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个希腊文，一个字叫做 horama， 一个字叫做 optasia。这两个字在英文的里面，刚刚我有谈到英文。第一个 horama 这个字就是英文的 horizon， 就是地平线、地极。其实这两个字都关乎眼光，看见人的视野、人的眼光、人的光，上帝的光在你的生命当中显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得着异象。各位弟兄姐妹，主的灵这么说：在末后的日子，我的灵将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人，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看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各位弟兄姐妹，你相信你的生命是可以更美丽吗？你相信生命是可以选择的吗？上帝祝福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分享，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当中拥有一个神给你的灵魂的房子，这个灵魂的房子将要荣耀神，让你终其一生在世上的每一天，这个灵魂的圣殿、灵魂的房子能够成为你的遮盖，能够成为你一个享受，能够成为你与神相见甜美的地方。
愿主耶稣基督祝福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奉你的名，我们彼此祝福，同心祷告。今天我们朗读了你的话语，记载在马太福音第7章21节到27节。主啊，我们恳求你继续跟我的弟兄姐妹讲话，愿你的话语能够转化我成为一个智慧的灵，能够转化成为一个圣善的灵，能够转化成为一个彰显荣耀光照能够讲话的灵，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的生命的工程，我们拥有一栋与神相遇圣洁的圣殿在我们的心中。主耶稣，愿你的名得以高举，愿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